有怪手保養鐵機路煞冰車，德南到苗栗循單線通行，下晡2點40分已經恢復通車。美國甲伊朗簽署14點用解決網絡的暫停制裁甲解除封鎖協定，協會範圍第8律嘛包括在內。蘇丹內戰有100多萬的難民需要援助，所查出59件無國界醫生的工作人員甲難民性虐待。各位鄉親平安，歡迎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丹妮。今仔日的節目，咱要先來關心代替今仔日透早佇咧苗栗造橋山線咧做保養鐵機路的工程的時陣，有一台怪手煞是熊並去落落鐵機路的。地處德南到苗栗這段火車干那單線通行，一直到下晡2點40分才處理好勢。因為造成火車停駛較慢分，加上拄好明仔載是5日坐連假，真濟民眾是攏袂甲。一台青色怪手90度攤起倒佇鐵機路，槍道掛佇邊仔，為空中看落來，事故地點下骹閣挖進南港溪，看起來真危險。台鐵公司幹部單位18透早4點外，佇苗栗縣造橋鄉山線進行掩護工程，修剪樹尾時陣無細二刷冰車，造成德南到苗栗西正線停開。怪頭就翻掉啊，它是單台的，單人的，它就盡量大吊出來哈，去吊。吊了差不多11點到12點還在吊。這列車6時1分開車，各位客多多見諒。第二早起6點成立以及應變小組，由電力甲機務單位全力搶修，暫時以單線雙向方式通行。地處路南上北列車延誤，這車的上班族甲學生囡仔往那不滿。然後也有學生，很多學生在那邊等，然後我們在等，他說為什麼沒有車？因為我平常是要搭7點24，對，然後那一班停開，然後就要等現在這班2124。然後2124到現在又延誤。代理表示，駛怪手的是外包廠商人員，好親像操作無適當關架平，唔知冰車。鐵機路雖然無受損，啊，不過現場吊掛救援難度高，一直到下晡2點40分才全線暢通。因為我們要吊掛的時候呢，也必須要雙線都進攻才有辦法作業了。電車線要先鬆開來，不然我沒辦法吊，再把它那個拉進來。5日這連假前一天出狀況，代替統計事故的搶修，攏總造成德南到苗栗14列次停開。受事故影響的旅客一年來攏會當去車站辦理退票，而且免收手續費，營運的損失會向廠商求償。記者採訪報道。台電核二廠又閣標出集體收烏西錢的買單，檢方查獲約談前任甲現任的主管人員，也閣有廠商，攏總9個人。其中姓曾的前廠長，也閣有現任的副廠長甲科長，是攏予法院裁定羈押禁見。表情嚴肅，核二廠姓曾的前廠長被帶到北檢審問，伊以前的同事包含現任的姓陳副廠長甲真濟消費組人員，共款的約談名單，全部加入台電核二廠押出的集體收錢備案。幸好姓曾的前廠長、現任的姓陳副廠長甲姓朱科長攏被聲押禁見核准，另外2人30甲50萬交保。今日地檢署涉案廠商也陸續被帶轉去審後請回。北檢查出，核二廠7、8年前辦理的4件採購案，3間特別廠商為無要被刁難，順利履約結案，涉嫌提前疏通。涉案的5個核二廠官員涉嫌收烏西錢將近1,000萬。其實檢方去年才查出，姓曾的前廠長涉嫌收烏西錢，第704年採購案，各項特定業者得標，協助完成驗收。迄時陣，為伊的徛家天棚，佫超出大筆現金。雖然全案定價起訴，啊，毋過北檢調查無停落來，關鍵就佇當初得標的廠商頂懸。這姓好廠商出來有一本行事曆，用手寫清楚記真濟項標案的送錢日期、地點甲對象，互檢方懷疑伊毋但家己送烏西錢，也登記作為核二廠官員，甲其他廠商的白手囊。這擺被約談了後，500萬交保。相關的資料都已經提供給檢調單位，全力配合偵查。疑似涉案人員都已經暫時調離原來的職位，前廠長也已經遭到免職的處分。針對這個內部發生這個連戰的案件，台電也會深切反省，持續精進採購的一個業務制度。台電核二廠2部機組陸續在2021年甲2023年停止運轉，進入對核階段。不過對核前後攏有貪腐弊端，台電回應全力配合承辦強化雷控防備。記者綜合報道。
為了解決食毒賽車的亂象，行政院今嘛通過新的修正草案，包括食毒賽車拒絕檢測的，一律是吊銷駕照，而且3年內袂使考，車嘛會沒收。因若是因為食毒賽車致使人重傷死亡的，一世人攏袂使閣考駕照。而且這坐公車的乘客，只要確定有食毒，就算無賽車，嘛會吊銷駕照。另外，後禮拜行政院會提出損害防治法修法，要來加強電子煙的管制。車偏離車道衝撞路邊的5台汽機車，台北市南港的這個車禍，閣是食毒賽車引起的。駕駛被驗出的毒品有多隻被法務部決議，升級做1級毒品的依托米茲，後加在無人施傷。小客車駕駛神情恍惚，經現場實施唾液快篩，呈現陽性反應，確認為毒駕，另於車內起獲依托米紙煙彈1顆，當場依現行犯逮捕。真濟食毒賽車，行政院閣提修法18通過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甲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草案，加重毒駕拒測行為的處罰，無論有無肇事，只要毒駕的累犯，就終身不得再考照。同時，不論車輛使用的車輛屬於何人所有，一經毒駕發現，一律沒入車輛。如果你的車子不慎被偷走了，如果你也是符合剛才我講的，不是你的故意或者是重大過失，我想也是不予處罰。但是這都要看個案的具體事實來做認定。道交條例修法重點增加，食毒賽車或者是食毒賽車拒檢，吊銷駕照3年內免考領，且目前食毒賽車致人重傷死亡，終身免考照，共且成年乘客相當罰15000。若經過警察機關確認有食毒，就算無賽車行為，也被有風險吊照2年內免考領。這毒品條例修法考慮即賣藥檢規定，無法度完全符合實務需求，修法增加喙瀾採檢，將這個方式法制化。不過，國內食毒賽車亂象嚴重，甲電子煙的亂象有關係。中央成立的掃污反毒小組已經將列組以及部重點反毒工作。電子煙我們的規範呢是規範在，就是下個禮拜我們可能就會提交院會的煙害防治法當中，會把這些漏洞呢把它給補起來。違憲法道交條例、毒品條例修法了後，賽期損害防治法也要修法，強化對電子煙管制。相信下禮拜行政議會就會進行討論。行政署是下令18暗時啟動專台大執法，主題食毒賽車記者綜合報道。繼續要來關心美國甲伊朗的戰事，即馬有重大進展。17暗時雙方簽署14點的諒解備忘錄。這備忘錄的內容，咱會當為幾下方向來看。軍事的方面，除了美伊雙方愛須停止所有的軍事行動，協會範圍嘛甲黎巴嫩包括在內。也就是講，以色列若是閣攻擊黎巴嫩，美國可能就會介入。交通的方面，美國會解除對伊朗海頂的封鎖，也讓伊朗這邊嘛答應互商船會使通過荷魯茲海峽。講到經濟，美國會投資300億的美金，互伊朗中建，嘛會慢慢解除伊朗受限制的資產。另外，有關核武的議題方面，伊朗答應袂發展核子武器，嘛會甲濃縮鈾套合部來交換美國解除部分對因賣石油的限制。這協議的內容，也有一寡較有效的部分，接下來會為6月19至21日這個期間，佇咧隨時進一步來討論。聽後確定有定案了後，會透過有約束力的聯合國安理會來背書。在法國凡爾賽宮晚宴的現場，美國總統川普提辯，在大家見證之下簽署美伊停火協議。另外一邊，伊朗總統裴澤斯基安也表示已經完成簽署的文件。This was not easy. I can tell you. 這份諒解備忘錄列出14點原則，首先是美國、伊朗甲雙方盟友會馬上停止所有軍事行動，包含黎巴嫩戰線在內。美軍會在30天內解除海上封鎖，伊朗負責清除水雷，確保荷魯茲海峽通航。60天內商船免費通行。另外，美國會偷偷解除制裁，佮解凍受限制資產。經濟方面，美方甲區域盟友會協助組裝至少3000億美金中型基金。在核問題頂懸，伊朗承諾未發展核武器，濃縮鈾庫存也接受國際監督處理。最後和平協議完成了後，會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背書。I believe that it is a win-win s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gets to ensure that Iran will never produce nuclear weapons.
At the same time, Iranians get some sanctions relief. Which is good for their economy. It's also good for global economy because the double blockade of Strait of Hormuz by Iranians and Americans will be lifted. 不過真正困難問題也未結束，包含制裁解除的時間、伊朗核計劃未來規模，加最後核協議內容，攏會在3日起60天內繼續講。不過伊朗官方已經將這擺協議形容做一場外交勝利。پیروزی میدان که دشمنان ما هم گفتن و دوستان ما هم دیدن ملت ما هم یه عظمت رو دید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中華警告，若伊朗違反協議，美國依然可能恢復軍事打擊。共和黨內部也出現積極的聲音，批評伊朗無真正放棄核核心，索性得到制裁綁定嘅經濟利益。Now, Iran, for its part, has been insisting that it would hold on to its nuclear stockpile. President Trump had said that he wanted to see that stockpile removed. So it remains unclear how they're going to bridge that gap. 我協議也第一擺從黎巴嫩特別聽會返回得到伊朗支持的真主黨領袖卡西姆，形容這是伊朗的重大勝利。佢感謝到黑人堅持將黎巴嫩戰線特別聽會安排。不過，到協議公布了後，以色列依然繼續對黎巴嫩南部發動空襲。黎巴嫩官方媒體報道至少5人死亡，以軍表示有士兵和無人機攻擊受傷。公視新聞陳秋梅報道。鏡頭，咱要來看南非。南非即馬發生反移民的暴動，至少造成已經有5個人死亡。是發生什麼代志呢？目前南非的失業率是全球上懸的，有達33%，而且當地唔但治安歹，經濟惡化，資源嘛欠缺。在這種種的壓力之下，有反移民的團體，也有南非的一個政黨，叫做南非行動黨。因甲這個環境的壓力大力煽動，攏怪罪佇咧移民的身上。而且佫話講，6月3日進前，所有移民攏愛離境，甚至連合法的移民嘛去封館。有一個咧開頭毛店的頭家去互攻擊，即嘛伊是有路無厝，生活都要靠人救濟。這一屆暴動造成幾啊千的移民驚嚇逃難。是講當地環境經濟歹的問題已經唔是一兩天啊，是安怎這個時陣局勢熊變甲遮緊張咧？外界質疑講，這真有可能是11月份伊要舉行地方選舉有關係。伊用移民來做肉點，政治操作，要來轉移焦點。南非德班市區的這間美容院，紅傾甲嘴糊糊，33歲店主阿德傑佇加納出事。不過，伊是佇南非大漢，當地祖魯語講甲真好，嘛有合法證件，人生甲事業攏佇南非。不過，反移民暴動，互伊的一切一暝之間烏有去。伊簡單當帶後生困佇內政部大樓外口街仔路，靠救濟過日子。Me, most of the time, I'm always awake because we don't know when they're going to attack us again. They've been here twice. 阿德傑的遭遇唔是個案，目前已經有幾廿千個馬拉維等國的移民聚集佇收容點，尋求使館協助緊急撤離。嘛有真濟人無用辦理合法的身份證明，卻猶原拄着排斥，搶在白方質問外國口音，要趕因走。有講過移民指控警方暴力執法。They hit me there, and they big stick here, look here, big stick like this. I can't move, I can't walk properly. 這波抗議是由中右派南非行動黨、各有反移民團體 March and March 發起的，因怪非法移民造成高失業率、高社會資源欠缺，各放尾聲要求因愛佇6月30日進前離境。We are tired of illegal immigrants who have flocked our country in numbers in the millions. 雖講這個排外組織否認煽動暴力，不過這波衝突目前已經造成至少5人死亡。總統拉馬福沙呼籲唔通將弱勢群體當作複雜的經濟問題的替死鬼。不過，互外界煩惱的是，官方的立場曖昧。農業部長捌講過，抗議群眾的訴求合情合理。瓜祖魯納塔尼省長坦白講，政府佇移民管理上早就應該採取行動。紅這期是咧替11月地方選舉激化民粹。公視新聞是會中。來看非洲蘇丹的內戰是已經拍3年多，有超過130萬的難民需要援助。不過，今有媒體也講，負責當地醫療甲人道支援的無國界醫生組織發生至少59件因的工作人員甲難民性虐待歹待，目前已經有18人因為安尼去互開除。
拍3年到2個月嘅蘇丹嘅內戰，和查德東部地區是客滿越界來嘅蘇丹嘅難民，含對蘇丹要登去故鄉所共款無法度登去嘅查德嘅民眾。聯合國難民總署等機構嘅統計顯示講，當地難民嘅人數已經超過130萬人。除了聯合國相關機構，還有真儕非政府嘅國際組織加入救援行動，其中無疆界醫師組織 MSF 負責上核心嘅醫療工作。美國根據美聯社獨家報道嘅 MSF 內部嘅調查，至少發生59件工作人員對女性嘅難民性侵害嘅案件。調查時間是2024年到2025年嘅7月。MSF 除了強化內部嘅管理，嘛個18涉案嘅工作人員是透露。On the one hand, you have humanitarian staff who hold a certain amount of power over their beneficiar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you have those beneficiaries who live in extreme deprivation, and so this creates an asymmetry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which is unfortunately inevitable, and it allows individuals with malicious intent to act. 根據 MSF 嘅調查，涉案嘅工作人員有的是以救援物資，也是有工作機會，詐騙女性嘅難民和民發生關係，有的甚至是以介紹工課做借口，甲受害嘅女性送去別個所在做性交易。難民營社區領袖雖然講知影問題，有的嘛因為驚講防取消救援物資，唔敢公開揭發這罪行。受害嘅女性閣因為社會保守嘅風氣，大多數攏是點忍受。Chad, for instance, is a very patriarchal society where gender-based violence is happening very often, and so even with all those efforts, sometimes those kind of behavior happen. 嘛，捌佇 MSF 做過工課嘅保伊塞爾講，以無疆界醫師組織做例，2022年度嘅資金需求，目前敢若27%到位，資源是真欠。佇逼出這個買代了後，形象當從募款是更加困難，佇欠醫療和照顧資源嘅難民營，嘛因為安尼變甲更較散，犯罪是更較嚴重。公司新聞徐家人編譯。繼續咱換來看2026年世界盃卡球比賽 L 組頭一輪的比賽，英格蘭對戰頂一屆第3名克羅埃西亞，這當講是這一屆世界盃起過上界精彩對決。英格蘭的隊長凱恩佇咧頂半場就摕到2分，帶領球隊4-2踢贏克羅埃西亞，摕到小組的比賽頭一個勝利。在希臘的海峽，最近20年來出現大量的外來種刺龜，而且這刺龜唔但會食當地原生種，也閣會降價，甚至加著傷，會當講是危害生態，也閣有漁業的環境。為着要解決這個問題，有學者當地的研究，安怎把這種外來種有毒的成分處理掉，改變作是堆肥或者是飼料。放佇船頂的魚仔，倒頂頭攏互夾一喙，看起來是真驚人。這是希臘克里特島，甲這魚仔夾着上的兇手，其實是看起來真古錐的刺龜。正式中文的名號做有毒的土頭豚。這個刺龜對希臘來講是外來種，大概20年前開始入侵附近的海域。刺龜的喙內底有4片真尖的喙齒，對眼前的物件開喙就咬，若會食原生的物種。破壞掠魚仔的工具，佫會甲漁民咬受傷，對漁業甲生態攏是真大的威脅。Έφαγε το ψάρι, έκοψε το σινί. Κοίτα ζημιές. Άχρηστα τα εργαλεία. Δηλαδή αυτά σε 5 μέρες θα τα βγάλω έξω, πρέπει να πάρω άλλα. 有人可能會想講，甲這個刺龜做成海產料理，不過這款魚甲其他會當食的刺龜無共款，伊規身軀攏有毒素，若是無細緻食到，可能會互心肺功能變歹，嚴重佫會死亡。不過，嘛有科學家當咧研究要安怎甲毒素排除，互谷起來刺龜有淡薄用。Έχουμε προχωρήσει σε έρευνα για να βρούμε τρόπους έτσι ώστε να απομακρύνουμε την τετροδοτοξίνη από τον λαγοκέφαλο και να μπορέσουμε έτσι την καθαρή βιομάζα να την εκμεταλλευτούμε σε κάποιες ήπιες εφαρμογές, π.χ. για λιπάσματα, κομπόστ και τέτοια πράγματα. 希臘附近的塞浦路斯政府已經提供獎金，讓漁民有誘因掠這有毒的刺龜，把這外來種倒清掉。不過，希臘政府閣在研究相關的方案。公司新聞由派準編譯。節目最後，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丹妮，祝大家平安順心，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會。